美国商会今是公布2025年商业景气调查，有8成的会员对台湾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有信心。另外，中经院嘛预测讲，2025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3.22%。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1月20日就要宣布就职，各界认为伊是2025年世界经济发展上大的变数。台湾美国商会发布今年商业景气的调查，结果212个受访的会员内底，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、经济环境、甲竞争的优势等等的因素，有80%受访的会员对未来一年台湾的经济有信心。This 80% figure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when it's compared with our survey findings just 6 years ago. At that time, less than 50% of our members were optimistic about Taiwan's future economic growth. This year, the outlook for the next 3 years was also strong. 不过有78%受访的会员也是真关心绿能供应的问题，有82%对台湾未来能源的供应感觉真烦恼，也有52%的会员呼吁政府在未来一年第一要紧的任务就是确保能源充足，显示潜在问题也是存在。现在对台湾的关心最大就是一个半导体，可能台湾呢就被迫要到先进制程，要到美国去投资更多哈，这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半导体？如果是它是用通用性的一次性的加增的话，那当然对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大一点。中经院专家分析，2025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是袂歹，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率有达3.22%。不过，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，有关关税、遣返非法移民、降税等等的政策，也是充满无确定性。世界各地对美国通膨的走势看法是真无共款，敢若会当保持观察的态度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